画面中这一箱一箱的物品，拢是指定柑仔家居士要来送予山区中部的小家电快速户。8日上午的关键仪式，由柑仔家居士的代表陈英基，甲指定区长于基吉，将这批爱心家电送予社区中部，展现佛教关怀众生的大爱。仁波切的看法就讲，希望讲按伊的这个寺庙的本居地开始做一寡互动，来关怀一寡这长辈。所以呢，特别去想着讲来买这个热水壶、快速壶，互这长辈。尤其山区内底，你不可能每一个拢有一个热水器嘛，若有一个快速壶，对因来讲是你要饮茶生活会当较方便。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除了这以外，嘛代表对咱地方的关怀。因为指定区的长辈真侪，用这款小家电煮滚水比较安全又较方便，有价将会帮助到1300多位指定的长辈。咱指定区全区65岁以上的长辈呢，阮拢总有1364个人哦，每一个人拢送一个热水壶。非常感谢，尤其是寒天要到这热水壶对山区来讲这个长辈来讲非常的实用啦感谢当这个社会这个慈善团体对地方敦亲睦邻对因的祝福、因的关怀。指定柑仔家居士持续关怀社会公益，这次伫中央一进程关键小家电和指定的长辈，就是希望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关怀。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